在中国北边山东到新疆，天气是热翕翕，有一寡所在阁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在巴西有一块全世界上大的湿地，嘛因为超高温，才发生火灾，火灾数量是增加到10倍。也那在墨西哥的南部，嘛有鸟仔是热甲飞无法的，对半空中来摄氏。 这大热天，中国北边的省份已经是热到挡袂牢，为山东甲新疆，高温普遍负35度，部分地区甚至冲破40度。北京街路有人搬出冰架甲大电风，山东德州市是一直出动压水车来降温。高温天气下，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炮车、洒水车的作业频次，确保起到降尘降温的目的。 在巴西中西部是世界上大大染地，极端高温加速可汗已经让今年以来发生的火灾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10倍。大片的草坡和野火烧干那虎，连续群也被消失。农民赶紧骑马将巨群赶到安全的所在，希望将损失降到上低。 Tentando jogar para lá, né, pro lado da Bahia, para eles ter mais recursos de sobreviver, né? Porque do jeito que tá vindo aí, ó. Se imprensar aí em algum lugar e não conseguir romper, eles morrem queimados. 当地农民怨恨，这片原本应该水分真长久染地，会加做野火烧袂了地界，拢是气候变迁惹的祸。另外，伫墨西哥，高温可汗继续发挥，除了进前传出100多只虎狗因为热甲脱水落对涂骹死亡，动物团体发现未少鸟仔掉山，为空中落来死亡。 Y la humedad tan baja hizo que las aves empezaran a tener problemas y empezaran literalmente algunas de ellas a morir en el vuelo. 动物团体展开连续抢救野生动物的行动，互用要死的鸟仔带入冷气房当中，地球的动物也有失去生态地的大理。墨西哥为3月中以来经过3波热浪，反映当地高温升到50度。专家评估，若高温继续维持，墨西哥的生态系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公司新闻站回面评价。